人嘅命盤中原有36個關煞，72個神煞，合計108度嘅關煞。大致上可以分為童子煞、小人煞、沖財煞、橫災煞、博婚煞幾種。咁每個人嘅命格都唔同，所以咧犯嘅關煞都唔一樣。犯咗童子煞嘅人，通常都會面容好標青嘅，但係好難遇到欣賞自己嘅人。職業生涯好多波動，如果犯咗小人煞，可能會無端端俾人議論，或者做嘢嘅時候俾人拖住，冇辦法更上一層樓。命中關煞會一直存在，影響人嘅一生，所以早啲知道自己命中會犯啲乜嘢關煞，早啲化解，人先會越嚟越順。要參加專門嘅百解法事，將所犯嘅關煞化解，不單止係為咗消除積累嘅負能量，仲係為咗提前化解未犯嘅關煞。咁百解嘅法事，首先要啟奏三元三品三官大帝。咁第一場要先設壇，再恭請烈聖先真降駕加持。咁第二場嘅係平安道場法事，做咗祈福道場之後，再加會三觀經嘅經文。咁喺尾場呢，就會做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嘅法冊，為眾為福主化解災厄，化解諸難，過關升運，前消罪業後積福，早啲化解命中嘅關煞，讓你以後嘅人生可以步步安穩，越行越順。